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5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前总统陈水扁甲太太吴淑珍被指控污国务机要费1亿外，官司拍16档，因为除罪化，今仔2人拢判免诉。南投草屯昨发生枪杀案，4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重伤的生技科技头家目前还有性命的危险，凶手已经抓到了。过来，今仔有25223例本土病例，114人死亡。社区嘛出现头一个 Omicron BA.5的本土病例。新闻市来看，前总统陈水扁翁仔某等人的国务机要费等案，早起经2审宣判，因为立法院5月30日三读通过过价法的修法，国务机要费一定除罪化了。所以今仔早起是判陈水扁、吴淑珍、马永成、陈定辉免诉，唔免搁再审查咯。也毋过吴淑珍的洗钱案，共判2档。另外，陈志忠佮黄瑞珍嘛分别共判1档，甲10个月有期徒。今年4月，前总统陈水扁亲身召开国际记者会，讲伊牵涉的国有机要费无不法的所得。伊甲太太吴淑珍被指控贪污着国有机要费，案件经16档早时来宣判。因为立法院伫5月底三读通过着会计法修法，甲国有机要费相关的犯刑除罪，判决亲像外界预期，牵涉着国有机要费案的陈水扁、吴淑珍、马永成、林德训等人拢免诉。被告陈水扁、吴淑珍、陈正惠、马永成、林德训、蔡明哲、郭全庆等人有关国务机要费部分被诉侵占公有财物、诈取财物、伪造文书、洗钱等部分均免诉。陈水扁甲吴淑珍等人牵涉着国务机要费、南港展览馆、龙潭买地、洗钱等4大案，经过并案审理甲发回了后，早时是经2审宣判。吴淑珍因为另外牵涉着洗钱，共判刑2档；后生陈志忠还有新妇黄瑞珍，即是因为龙潭买地甲南港展览馆牵涉着洗钱，判1档，还有10个月有期徒刑。黄瑞珍会当缓刑4档。扁案或许也是一个时候让他可以告一段落。早时陈志忠无回应，马永成手机关机，但陈志忠过去互问到台南市议会通过特赦陈水扁是有讲过，希望阿扁的案件对社会所造成的丰富会当真正告一个段落，是非的公告拢交予历史来评断。专案经理审为2012档开始审理，一度断掉陈水扁保外就医，还有吴淑珍健康无好，经2审经过10档才宣判。记者王刘婷、明昭款、陈信龙台北高雄报道。再来看南投的草屯中正路一间生技公司，昨暗6点外发生枪杀案，造成4个人死亡。公司的头家81岁赖闽南重伤，凶手犯案了后骑奥多麦逃走。经过透明的追查，上新的消息是，警方伫下晡1点58分，伫台中一间养生会馆抓到嫌犯了。这间伫咧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的一间真有名的生技公司，14尾暗5点外传出枪声，造成4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初步了解，嫌犯是生技公司附近的名体，甲生技公司负责人赖闽南的小弟，甲远下科的科长赶入去便所了开枪，2个人拢头着枪，当场死亡。随后，嫌犯等下班时间，搁走入去厂区内，甲员工全部拢关入去便所内面，甲因的手机拢摕去，讲袂伤害因。有看到他们不认识啊，但是他弄着那个戴着布套等的，只有看到眼睛而已啊，就拿着枪叫我们进去，就把我们关到厕所里面去了。所落来，嫌犯走入去厂房内办公厅，向赖闽南甲伊的查某囝，也有一位县长的主任头开枪，查某囝甲主任当场死亡。赖闽南脑部着枪，伫咧边急救。歹徒一个人呢，就1个人，然后身形魁梧180这样子。大概180。他总共开几枪知道吗？你有听到声音吗？应该有4、5枪吧。目击民众讲，嫌犯的悍走正好，至少有180公分，应该有事先观察地形，也有赖闽南生活作息了才杀人，而且拢正晚对头开枪。那目前警方已锁定1名嫌犯，年轻人，他骑摩托车，然后是戴着帽子，还有蒙脸，从那个监视器，他的枪管是使用灭烟器。这件4死1重伤的重大枪击案引起各界注意。警政署长吴明昭，代志发生迄暗9点外就到现场，也那详细案情也个为什么杀人，警方也个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当上的头家已经手术，甲头壳内的称纸摕出来，也毋过目前是佫有性命的危险。警政署长黄明昭昨暗嘛随去南投指挥办案。监视画面内底，当看到一个查甫人伫黑色的帽仔挂喙暗，骑奥多摆离开现场。伊就是伫咧南投草屯的一间生技公司开枪杀人的嫌犯。警方掌握到伊伫咧犯案了后，偷牵人的奥多摆骑中投公路，倒向台中的雾峰，再佫将奥多摆黑白拼伫一间铁厝。这件枪案造成公司负责人的小弟甲查某囝，也佫有2位员工当场死亡。剩落来负责人经过抢救，有关是真危险。情况还没有脱离危险期，对，最近几天的话，还是要再看一下他目前的生命真相，还有后续他也有可能有一些后续的，比如说感染症或者说水脑症。台中营总表示，因为剩落来负责人确诊武汉肺炎，所以手术全程拢爱穿防护衣。而且枪支弹过头壳碗，造成脑出血，目前分别指数5，也未脱离危险。那枪案现场附近的民众表示，这间公司伫咧下班时间大门拢开开，才会互歹徒上准时机来犯案。是安那做一个拍开？就是要下班了，要下班了，要下班了。一般人袂使入去。当然，这门禁较酸的。当上任15天的警政署长黄明昭，嘛伫咧10时暗时到场指挥，因为是上任了后头一件重大刑案，已经指示警方爱全力侦办。南投县长林明珍也谴责枪案的凶手，要求警方爱赶紧严办。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把这个凶手绳之以法，我们绝不宽待。经纪家属表示，有一位姓李的21个员工，甲一位查甫科长有结冤仇，佮再加上对公司是真了解，推测犯案的可能性真悬。上新的消息是，警方下晡1点58分，伫台中的一间永生会馆已经掠到人。记者综合报道。这嫌犯伫下晡2点左右伫台中掠到咯。也毋过最近有统计是显示讲，去年台湾发生100件的枪杀案，是最近6冬来上济的一冬。南投草屯的康健生技公司14日暗发生重大枪击案，造成4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震惊全国。这也是拄才上任的警政署长黄明昭任内第一件大型的刑案。14日也到南投指挥。发生了这么一件重大的枪击案，警政署长也立即前往坐镇指挥，而且在过程中也把相关处理以及侦办的进度向相关的单位来做相关的呈报。嫌犯身份已经锁定，跟公司有关联性那要查缉到案以后，我们才能厘清他的犯案动机。黄明昭批评歹徒是光天白日之下公然开枪杀人，严重挑战公权力，法理不容。嫌犯伫咧犯案了后，自南投走到台中，台中市警察局也加入专案小组追查嫌犯。另外，根据警政署统计，2021年枪击案发生次数是100件，创2年来的新高。也就是讲，平均是每3.65天就会发生一件枪击案。枪支的这个查获数在107年是达到2000多支这个是最高峰。那么到去年已经是不到1300支。警政署在109年6月12号有推动修法，扩大了模拟枪的一个管制的范围。王耀辉进一步说明，模拟枪是改造枪支的重要来源，在扩大管制了，对早条的枪支也一年一年减少。枪击案对一告发了，也会继续追查幕后深受集团，若是有帮派涉入，会启动系统性扫污，加强打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咱国内今仔有25223例本土病例，114人死亡，203例中重症。国内嘛头一届验出社区感染到Omicron BA.5的本土病例，是一个20多岁第2届确诊的北部的查囡仔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25223例。境外入有87例，有114例的死亡个案，公布4例的这个儿童的重症的个案都是 MIS-C 的个案。我们国内首次有检出这个社区感染的本土的 Omicron BA.5的这个个案那这个是北部20多岁的女性那本身有接种过3剂的疫苗，也没有这个最近的出国旅游史她曾经在5月中旬的时候有
快筛阳性确诊并且康复哈。那本次是因为他同住的爸爸妈妈先后在这个7月初跟7月中的时候都确诊，他自己也在7月5号的时候开始有流鼻水的这个症状自行进行快筛，在7月6号的时候阳性。那当天也到医院这边在做了 PCR 采检确诊。那因为是属于这个重复感染的这个符合定义，所以医院有进行通报，并且也有将检体送来我们的昆阳实验室做定序，确认为 BA.5 这个同住家人的2位跟个案本身都已经隔离期满。那目前还有另外的这个1位的这个友人另外还有4位的这个职场的同事呢，是被我们列为密切接触者。那初步先做了快筛，都有阴性的记录那这次卫生局有在安排做这个 PCR 的采检。再来看恩恩案的争议继续的传烧指挥中心是认为新北市政府的报告有矛盾的所在。恩恩的爸爸早起嘛，搁再批评新北市政府一直在讲白贼咯。恩恩的爸爸讲，中央要求讲有紧急状况就出车，嘛随通知卫生局。伊认为新北市长侯友宜甲责任拢塞互消防局的基层的同仁，也毋过侯友宜嘛回应表示讲，第一线的同仁真辛苦，爱体谅因的心情。指挥中心进行就新北市府提交的恩恩案件报告提出真侪项疑点，引起新北市府大动作反驳，否认报告有矛盾的所在，强调遵守中央指引。恩恩的爸爸15批评新北市府讲法前后无同，指出中央指引是有紧急状况就出车，各干部积极联系卫生局、卫生所，暗过人证不正，拢说明消防局爱联系卫生局点头才能出车。质疑市长侯友宜是不是要将责任撒予基层的消防人员？病人昏迷也不出车，然后你那边空打电话，那都是消防局的问题咯。是要让值班的基层那10几个同仁去担黑锅嘛？恩恩的爸爸表示，新北市府甲即马议员咧辩解，无督从防疫 SOP， 市府内部相当的矛盾。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殷家良竞选办公室也针对恩恩的案件疑点，一直甲侯友宜指出新北市府迟迟无要提出联合卫生所执行人数，卫生局各将责任撒予消防局基层，市府为顶管到下平，拢无人为恩恩的案件来回事咧。面对卫生局说法前后不一、内部矛盾的情形，请问有没有人要负责？到现在为止，侯友宜市长没有针对恩恩案说过一句道歉。在面对所有事情的挑战过程当中，我们都用包容的态度。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意见，我们第一线的伙伴们都会做恳切的回应。林佳良竞争办公室一直咧批评侯友宜为金山小编过路身亡到恩恩的案件证据，指控侯友宜只会进功劳杀过实。侯友宜回应，诚恳看待中央的意见，感受第一线同事认真甲辛苦，爱体谅因的心情。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这波疫情，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00万人。国内医疗工会早起开记者会质疑讲过去2档月有申请职业灾害伤病给付的医护人员只有569个人尔，实际上应该愈多，所以因呼吁政府应该针对申请职灾无优先的医疗因素来列管辅导。通报没查验。通报没查验，黑数看不见。手提票语抗议医护人员因为工作感染新冠肺炎，申请职灾补偿却予人挑战。针对外界质疑医护人员规身躯穿防护装备，哪还会感染？对这件代志，医护人员是讲，病人除了确诊，有可能还有其他重病需要照顾，医护工时长，接触多，感染的风险当然会较悬。如果是确诊的病患，他们时常会面临到没有家属或者是没有看护愿意接班照顾的窘境，这也都增加了我们需要进入隔离病室的时间。根据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调查发现，全台湾医护差不多有15万人，按过年以确诊率17%来估算，确诊医护有2.6万人。按过过去2年多疫情以来，申请职灾给付的人数敢若569人，看出来有职灾无算到。确诊了后无申请职灾给付的有将近6成，无清楚职灾给付的认定也甲给付的有6成5，甚至有达到7成4，认为讲雇主协助不足，也搁用各种方法阻挡甲挑战。第一个的话就是你应该不差那几千块钱吧。第二个是谁知道你下班会去哪里？如果说
雇主不愿意在职灾申请书上盖章，那劳工朋友可以自行送件，本局受理后会启动行政调查。各医疗工会强调，职灾认定天数无明确，也甲院方的恶意走动，这是上大因素。因为安尼呼吁劳动部甲卫福部拢应该提出具体改善的做法，避免感染的医护持续遭受无公平的待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台湾股市的指数又个重新回到14500点咯。金管会主委黄天木早起伫公布的访问的时阵表示讲，今年上半年台湾股市跌2成，所以国安基金这个决定讲要进场护盘，毋是讲为着要救大户，这嘛算是正确时机。美国四大指数有起摇落，日韩股市是落，台股早盘伫台积电大力讲隆起的之下，指数开悬，暗股伫金融、航运、钢铁等类股早盘的拖累之下，指数由红变乌，伫半导体族群的领军买盘点配之下，指数向顶悬急救，目前大盘中心徛回14500点的关卡。虽然说台积电的法说会的一个部分，无论在这个财报或者展望的一个部分都大于市场的预期，那股价表现强势，撑住整个加权指数的一个走势。但是目前来讲，可能指数的一个部分来讲，都会维持这种小量的金涨的格局。提醒投资人，就整个股市的一个部分来讲，还是跟国际的这个经济面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为救台股国安基金伫拜三开始进场，金管会也出手，10月开始启动稳固措施，包含鼓励公司实施扩张股加放令担保品低高返回，避免投资人断头。金管会主委黄天木表示，今年顶半年台股落10%，担保维持率有伫降低，考虑整体市场发展，因为这是现阶段适合实施的措施。担保为主的一般是个人投资的了。哦，是讲个人。其实这个，所以不能说这个措施是为了大企业，这个一般散户啊，也有这种情况，扩大这个担保品的范围，也是避免将来强制卖出这个断头时候的影响。其实也是可以照顾到一般的投资人。黄天木表示，升利息甲缩表是必然的，只是因为去年通货膨胀，今年开始升利息速度也较紧。这甲2008年金融危机甲美国触地风暴无同。迄个时阵是结构型商品包含真侪有道资产缺乏流动性所造成。即摆是地缘政治、通货膨胀甲美国快速升利息等，也是以前毋捌拄到的。按过目前来看，台湾金融业韧性依然有够，资产的品质也真好。记者综合报道。年底特别选举咯，18岁公民权受限的合决权咯，卖伫同一天投票。政府部门嘛将对贿选、假消息甲境外势力的介入来表达防治的决心哦。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嘛到现场去致辞，要求讲唔通互这因素影响到选举。年底特别9合1选举，在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带头之下，检警调廉政局前排规排宣誓斗阵，严防贿选，错假讯息影响选举结果的决心。民主一定要经过选举，而这个选举如果因贿选、因暴力、因错假讯息、因赌盘而影响，都会让民主的结果不正确。这一个不正确所产生出来，就劣币驱逐良币。法务部长蔡清祥预测年底选举会面临3大挑战，包含地方存在结构性贿选、社会媒体传播假信息真紧、境外落入金钱干涉选举，伊也提出5大应应办法。科技查贿要向上溯源，我们要防范新兴的数位支付工具作为贿选。那我们要善用金融情报中心。也就是 FIU 来严查它的金流。年底选举投票迄一天，也要进行18岁公民权修宪案复决，为避免甲2018年公投白大选换投票、换开票的问题，中选会今年备足精力，应用选务作业。一共增加了1786个投开票所，动员的选务工作人员将近30万人。是我们每一个投开票所都要配置一位警务的人员。内政部长徐国勇强调，治安对选举产生不利影响，希望检警调应互相配合净化选举。苏贞昌表示，年底查查表现，也要列入政治检讨人才考核之一。
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澳洲的西班牙最近出现超过45度的高温哦。另外，伫葡萄牙全国9成的所在可汗真严重，甚至这两个国家4格拢会火烧山。中国的上海昨下晡温度嘛将近41度，创下173年开始观测温度以来上悬的纪录。也毋过哦，虽然天气遮尔热，上海民众嘛是爱同款排队做体检。西班牙塞维利亚街路的温度计显示，当地气温达到42度，民众毋是补充水分，就是双脚浸伫水里。根据西班牙气象单位表示，伊比利半岛的受风礼拜四达到高峰，部分所在高温达到45度外。烧热的天气也互电线风烧落真好。Se está vendiendo más ventiladores, sobre todo de techo, porque consumen poco y van mejor. 澳洲当面临第2轮受风的侵袭，西班牙、葡萄牙温度一直称悬，也互森林野火真济。西班牙西部的埃斯特雷马杜拉野火已经烧掉5500公顷的面积，萨拉曼卡也有4000公顷去野火烧去。葡萄牙全国9成的面积面临严重可汗，将近20届森林野火，民众爱甲高温以及大火来车拼。意大利一寡城市高温原来42度。有一寡人食冰，有一寡人规气浸入海水来降温。或者是讲未来30年，受风会变得更较急、更严重激烈。Certainly, we're going to have to learn to live with these very high temperatures across Europe. We will need to change things about our infrastructure, the way that we cool our houses, the way that we, have our train infrastructure so it doesn't melt in the high temperatures. 亚洲的中国同款面临受风，10时下晡温度达到40度9，是173年开始观测温度以来历史的新高。上海今年第3届发布极端的高温警报。不过，居民也都爱伫高温大日头下排队进行泡汤。特别的热，就像个烤炉一样。那么一天坐下来，回到家真的是一点都不想动，闷的头晒得蒙蒙的。南京温度也达到40外度。伫2017年后，再一次发布高温的红色警报。根据央视的报道，当局开放7个防空湖，若讲有空调，也佫提供报纸、WiFi， 也佫有水，互民众来遮休困。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再来看乌克兰，昨表示讲，罗西亚伫乌海的畅水南发射一粒飞弹，攻击乌克兰中部的都市维尼察，造成至少23人死亡，有100万人受伤。尸体一区算一区，自这栋被炸毁的建筑物内面被卷出来。另外一边，也有消防队员对着已经烧甲乌草大的汽车喷水，飞弹射到建筑物引起大火，火拖到附近的停车场，50几台车被烧。乌克兰讲，俄罗斯乌海将干的飞弹向首都基辅西南边268公里的中部城市维尼察发射，造成的死伤也有囡仔。Будинок побуту, перший поверх крило, це був діагностичний центр, який надавав медичні послуги людям, такі діагностика, терапія, хірургія. 这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以视线参加欧盟官员伫荷兰海牙讨论伫乌克兰出现的战争罪行的会议。前一天13，包括美国、欧盟成员甲亚洲国家等40几个发联合声明，希望俄罗斯停火。Розбиті житлові будинки, медичний центр, в ньому пожежа. 对这边的攻击，俄罗斯方面也无正式确定消息。因讲俄罗斯国营的 RT 电视台总编辑西蒙尼扬伫社群媒体讲，军方的官员有甲伊讲，维尼察一栋大楼将做目标，因为有乌克兰的6岁住伫咧内面。美国驻基辅大使馆14暗发一份安全警戒，要求所有目前也搁伫咧乌克兰的美国公民随离开。这项警告敢若是针对维尼察攻击事件而回应。讲大型的集会，也有组织活动，伫乌克兰任何所在，拢有可能成做军事目标，包括西部地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已经逃亡的斯里兰卡总统，目前人已经到新加坡了，嘛发电子邮件时节，30天内底就要选出新的总统哦。另外，斯里兰卡嘛因为消极，这几天从入去总理官舍甲办公室民众已经离开了。面对斯里兰卡百姓对家己治国无能真不满，总统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逃走了后，10时已经到新加坡，佮正式甲国会议长发出是一个电子批件。英国广播公司 BBC 指出，戈塔巴亚先逃走这时日，都是为了避免新政府可能会出手甲逮捕。国
国议长发言人证实，有收到哥塔巴亚的是这批老食胖克萨家族啊治国的时代已经做一个结束，民众请欢喜伫街路庆祝。The whole country will celebrate today because it's a big victory. 哥塔巴亚伫绕跑进前13声任命盟友总理威克瑞敏辛赫来担任代理总统，也引起寡济街头的抗议。抗议的民众冲入去议会甲总理办公室，叫伊做伙走。不过进入了后，一阵示威者决定脱离官邸，继续伫外口抗议。They want to portray that we are a terrorist and we are not a terrorist. 因为13个抗议行动造成死伤，当局宣布10时中昼开始到15透早，首都科伦坡宵禁，来阻止搁较济动乱。目前科伦坡的街路已经平静真济啊，所来国会有30天来承认代理总统的职权，若无就必须选出新总统。斯里兰卡外汇存底已经拢无啊，失控的通货膨胀、能源、粮食、物资、药品严重欠缺，国家经济崩盘宣布破产，也引起70年来上界严重的政经危机。斯里兰卡央行总裁10时警告，若做无赶紧组成稳定的新政府，斯里兰卡全国会无法度运作，更较大的风暴可能伫后壁。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再来看巴拿马政府已经宣布讲要降油价，嘛禁止部分食品起价，也毋过嘛是有上千个民众上街头示威，抗议通货膨胀甲政府食钱。另外，阿根廷的农民嘛抗议政府讲税金扣了上过重，要求政府提供汽油，互因有法度用机器来收成农作物。行路无啥车辆，抗议民众加入占条的举着旗帜抗议。随着粮食链条介绍一日起的影响，巴拿马过去2礼拜有工会工人将领行路示威抗议，互部分重要的公路封闭，嘛是巴拿马过去30天来规模上大的示威潮。虽然巴拿马总统科迪索伫11宣布调降汽油的介绍，嘛停止10几种基本事物起价，也毋过民众有原不满。El precio exigimos que quede en 3.0 como precio base. ¿Cómo él pretende que con 10 alimentos de la canasta básica que anotó vamos a poder subsistir? 同款部分政府个阿根廷当地13有农民组织发起抗议，暂停粮食甲新竹的交易24点钟，抗议政府干涉市场收税、扣税相关。伊个规定购买肉品出口的配合，互上客农民同时阵要求政府伫农收的季节供应农作机需要的柴油燃料。El gobierno tiene una visión equivocada de lo que es el campo. Evidentemente, en sus diagnósticos equivocados.Nos lleva a una excesiva presión impositiva, a un doble mercado cambiario que afecta a la rentabilidad. 若是小阿里13个街路嘛出现抗议人潮，连续2天封锁主要的交通，数千名示威人士聚集伫国会边仔的主要广场，抗议政府一日通过税务新法加重扣税，影响人数达到50万人。不过政府认为过去的税务系统互企业有别用，造成企业用申报毋是聘用的方式，倒税差不多149亿到2200多亿个台票，所以才会受罚。第一代理引起抗争的原因是包括英国《卫报》这媒体压出跨国公司 Uber 在2014年到2016年之间，向欧洲各国政府用利益交换的方式提供新创公司的股份，打造对 Uber 发展有利的环境。可真正意大利的客运车司机不满政府开放跨国公司 Uber 加入运输市场的竞争，13伫罗马发动抗议，敦促政府受罚。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益。国内消息来看，今仔开始有新一批国内旅游的补助，国内饭店一暝是补助1300块。婚姻官嘛宣布讲，使用特定的 App 会当搁再补助500块。酱油。观光工厂内人真多，经营酒楼甲药妆等户，各地景点灯条陆续出现，配合观光局将伫15订场的国旅补助，每人答案相关补助13，婚姻官宣布增加，只要下载相关 App 就会当得到大数度500块的优惠。100万名车，然后 iPad 还有 Google 这个抽奖活动，100万的消费券跟住宿券，100万的这个自驾游的一个补助，团体旅游的这个补助，100万的安心旅游。我们推出4个主题。去年的那个消费券来讲的那个100万名车，大家就很乐意。他可能买300多，我们就说你再增加一下就可以，有可能中得100万名车，他们就会去增加。趁人潮回流，婚姻官并在地旅游，要协助振兴相关产业，也有旅游平台业者得到观光局核定，会当提供大数补助，所以推出几啊项的优惠，加相关450的拍折。若果民众同齐得到国旅补助加平台拍折，等于是大帮相关都1750块。
我们近1个月其实单周都有破9位数的一个营收，特别去做了一些补助的加码，就是我们可以最高可以再并用我们的折扣码，可以最高折抵到450元。12点上线之后，那目前的话已经也接近额满的一个状况了。因为疫情影响，民众这2年无法度随意出去旅游。不过，即马有乐途航空伫2021年4月暂停大阪飞台北航线了后，今年9月搁要重启营运。期待疫情了后的复苏，会当互全球各地交流陆续恢复加热。记者综合报道。国民旅游的补助今仔开始哦，热人旅店嘛是今仔开幕。为业者是推出2天1暝，唔免700块的行程，一日限30组。各5000家饭店推出买1送1的方案，排队是排甲路长。另外，日本、韩国5天的行程上俗2万6。业者是讲哦，一般来讲，团费会比以早至少贵1万块。排队进场领优惠红包，台北国际夏季旅店头一天早起一个开场，都有将近1000人来。国旅啊，或是离岛的，1万块左右都 OK 了。出国欧洲啊，先可以预购10万左右吧。国民旅游补助15开始实施，业者也趁机会推出折扣优惠。国民旅游2日团费抬到750组，不过逐天是限量30组。另外，5000家饭店是推出买1送1的大房方案，也是平常时的大数，折扣上加1.9折，吸引不少民众排队抢买。除了1300的大数补助以外，业者另外搁加度抢买去。有买1送1的产品之外，饭店补助最高是1300元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的折扣码，享有不同的优惠的方案。国外旅游买去原来真好，日韩5日游团费2万6至4万不等。业者坦白讲，最近国际燃油的成本大起，佮加上世界各国通货膨胀严重，团费比疫情发生前平均贵1万块。日本跟韩国现在的团费大概以市场上来说，大概都贵了1万块以上。台北国际夏季旅店15至18，将近200间厂商600个单位，予疫情发生后景气歹真久的观光旅游业，要趁大家拼命出来佚佗的司机钱。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协助中年人，各有年岁较大的人有法度找到头路，婚林好买就业中心就先安排因去超商学习，透过新实习望讲会当来帮助因重回工课场。你好。对了，超商员工伫咧学习收银机的操作，53岁陈小姐前一份头路伫火锅店，却因为体力面对体罚无度负担，就来离开。最近刚好看到好买就业中心办理中高龄职能提升课程，希望经过训练会当找到新头路。试看看可不可以，可以的话就会转正职。看他有没有让我就是说可以给我机会的。面对就业市场欠工，也有劳动力高龄化趋势，好买就业中心办理中高龄长到职业场所的见习班，透过训练课程，15个再带领到中高龄民众实际来到超商实习，学习到门市服务，也有 POS 收银系统。这个课程我们怎么会来上课？来上课学了，然后全家又愿意用中高龄，让我们试看看，工作上是更顺畅。那每一个对中高龄呢，我们有提供10万块的一个补助，那这样子的10万块会透过专家学者，透过他的专业来协助他调整他的一个流程，或者是提供相关的设备。就业中心表示，为着要帮助中高龄民众重新登到职业场所，鼓励企业甲就业中心合作，通提供每人每年上悬补助10万块的职务再设计费用，透过优化工作流程、调整工作方法、排除工作障碍等等，让中高龄的民众重新登到职业场所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去年有民众伫公共政策参与平台提出讲，伊希望讲会当设社区的卡球场，也是讲现在球场重新设计规划，也毋过一档过去拢无进度。体育署是表示讲，因会先来盘点现在场地，再过来做规划。用脚伫咧控制骹球，4岁娃娃参加社团了后，正喜意踢骹球。伫台湾也有真侪囡仔和伊同款，不过因的爸爸妈妈也拢讲，平常时伫社区要找一个适合场所踢骹球，有影是足困难的。为什么我的小孩下课之后不能像打篮球的人一样？我走到社区公园，我走到就是学校，就有篮球框，就有篮球场，就可以让我们随时想要踢就可以踢。
卡球场是真少，就算有也是无俗。新北市的锦和运动公园有标准的卡球场，不过1点钟就要收人2000块。这阵囡仔敢若会当伫边仔空地练习，用水敢若当做漂饰物训练卡球。那警察他就说，你可以踢球，你可以在空的草地上爱怎么踢就怎么踢，但是任何的设施都不能，就是来搭配训练。毋是要爱一个更较大的卡球场，是希望讲有一个简单或者是复合式球场。面对这款情形，民众赵家宏去年伫咧公共平台倡议迁出计划，不过1年过去啊，体育署却无任何进度。同时也会把刚刚提到的这个社区型共用的这些部分纳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要提列的公共计划的一个建设的部分。体育署表示，已经针对场地规范甲工程经费，完成利用小型空间踢卡球的手册定稿，会先提供予地方做参考。后个月邀请各县市来看现有的场地，看这土地大小，来鼓励设置个人座或者是共用型的卡球场。记者综合报道。关金伊感觉无果不成金，今仔7月15是戒严纪念日。虽然不是固定的休困日，无放假，也毋过这是咱台湾民主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伫1987年的7月14号，总统蒋经国伫颁发总统令，宣告讲台湾对7月15分点开始解除戒严令，当禁报禁开放，集会游行买当自由参加。当时的台湾报纸拢是头版的大新闻。这张是当初戒严的公文哦，伫1949年5月19，台湾新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发戒严令，宣告讲5月20分点开始哦实施戒严，严格来管控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旅行的自由。咱台湾嘛进入白色恐怖的时代，侪人因为讲真话、发表意见，受到压迫，被判罪离家，甚至失去性命哦。包括美丽岛事件。林家血案、有陈文成命案、有江南案，拢发生伫这段时间。戒严令一直实施到1987年，台湾人民等待38天又过2个月，才个数着自由的空气。戒严了头一段大规模的示威是1988年5日同的农民运动哦，当时有上万人行上街头抗议李登辉总统开放美国农产品进口台湾，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这嘛是美丽岛事件了上严重的抗争。1987年迄当时哦，虽然已经戒严，也毋过有挺治叛乱条例，个台湾嘛搁伫动员叛乱的时期哦，搁有言论叛乱罪刑法第100条。所以戒严只是咱台湾走向自由民主的头一步。咱台湾人民经过戒严时期的行刑甲逼情哦，戒严了后又搁经过民主政治的转型，当期的社会动乱不安。所以，伫2007年，行政院就决定讲，要甲7月15这天定做戒严纪念日，来纪念台湾历史上这个重要的日子。咱台湾历史上今仔日的大代志，讲互观众朋友来了解。咱再来看对一寡行动无讲介方便的朋友来讲哦，想要看海底世界无遐尼简单。咱来看有教练，伊们若帮身体有障碍的朋友来完成因的梦想，佮教因考到国际潜水的证照，有诶个会当真做教练哦。一礼拜六暗时的7点半，青春咱的梦，特别带观众朋友来了解。太空气板穿呛水鞋，插落水底来看海底神秘的世界。这是最近这几年愈来愈时行热人的活动。不过对新障者来讲，要学呛水，或是穿装备，都比一般人加真困难。这挂电着啊，这勃起啊，这画刷这无啥物指节啊，要穿物件较无方便啊，你就爱就迄有陪伴的志工，无就是教练，会甲阮到辅助啊，看要安怎穿，安怎用。早期台湾还有全世界对新障者呛水。大部分拢是停留伫体验，或者是正做福建的用途。当中真正要甲新障人士学呛水的时阵，有30多年呛水经验的总教练陈克成，嘛拄到伊甲呛水以来上大挑战。身障的朋友都无共，因为有的是无手，有的人无脚的。每次碰到迄种障别无共的时阵，脑袋就开始想啊，要安怎教，要安怎教呢？为了鼓励更较侪新障人士勇敢行出来。
陈克成伊运用本身嘛是新创者的教练，运用家己的经验来帮助更较侪新创人士，毋但更较有说服力，嘛较会当感受因拄着的困难。拄着可能甲我同款，但真正是看无的，用摸的，抓伊的手来摸我的动作，伊会使记。这世间毋是一定有看的才会使学物件嘛。8年多以来，台湾新创潜水协会已经协助100外个新创人士得到国际畅水的证照。其中，阁有10外个考到世界潜水联盟2等教练。这款的成果得到真侪比台湾更较较早做无障碍畅水的国家的肯定，而且嘛证明只要热心无障碍，都无做袂到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头城东边的海边哦，昨早起有几啊架电动，阁有红烟喷出来。今仔早起有观光船的业者就翕到讲，龟山岛的头一仔放气画面是真壮观。昨天的这个龟首泥火山稍微有喷发泥火山，今天龟首的正前方，整个主方又相继的崩塌下来，非常的大。那由于昨天的这个龟山岛以东冲绳海潮也发生了4级到3级左右的地震，影响了我们这整个区块。今天早上这里也是尘土飞扬，这里是龟首的所在地。有业者认为哦，岛上的头一仔放气甲电动有关系，因为电动哦，龟山岛的海底嘛有喷出烟，有民众怀疑讲，这敢是海底火山喷出泥浆，也毋过管理处是表示哦，龟山岛毋捌喷出泥浆，今仔头一仔放气甲电动是加减有关系，也毋过强调讲这是自然的现象，民众嘛毋免伤过烦恼。有活化石称号的后，台湾是愈来愈少咯。也毋过海科馆伫3年前开始保育，最近哦嘛放流140外只的幼猴到海里咯。目前嘛成功甲猴的早期存活率对0.2%提悬到目前的3%。比增加更较细，有一点仔透明的生物，就是有活化石之称的猴，总数140外尾，是2到3年的猴仔囝，已经脱过1、2届壳，由海科馆人员甲小学生做伙放流到分林来海域。过去西部海岸人工化，造成猴的栖息地风破坏，数量一天减少。即马海科馆甲学校合作复育，选日热天来放流。我对他的祝福就是一路顺风，不要马上就被吃掉了。海科馆成立北部猴复育保育基地，这3年拍拼来复育本岛的猴。去年开始试验开放学校利用，超过20间来参与，让老师学生来照顾猴仔仔、猴仔卵，一直到小小的猴。想袂到颠倒提悬因的存活率，为早期的0.2%到即马大提悬超过3%。他们是全力的在照顾这个后的宝宝，然后他们也有尝试说提高温度，或是提高它的这个喂食的这个不同的种类，好，所以让这个后的存活率会变得比较高一点。以后是对这些基础的研究都是很有帮助的。水池内底当看到大只猴成双成对，讲的会业条马的来行动。海科馆内底猴拢是马鱼面无小心抓到的，有的猴个走到研究人员的脚底等待一试。研究人员指出，生猴需要离沙坡、烂薄地来翻湿后一代。若环境污染破坏，就降低因的存活率，因是正重要的环境生物指标。记者林曾志成给咱报道。来看台东县的太麻里的金轮村哦，温泉区有业者伫私人的土地挖井，要来开发地热这款的再生能源。也毋过最近有民众发现讲，地下水位由向降低将近10公尺，因怀疑讲是甲开发地热有关系，要求爱停工。台东县政府嘛请专家来了解，专家是认为讲应该是甲顶个月地动有关系哦。目前的水位嘛已经恢复原本的水准哦。金轮村的村民自6月底开始就开始抽无地下水。村民、温泉业者甲民意代表认为是能源开发业者挖井抽地热发电造成的。甲县府的官员到现场了解。我们是农民，我们连地下水都没有了，我就在对面。我们这个一直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些业者到时候如果没有抽到温泉，说我们要怎么继续这个经营下去？台东县政府调设置的金轮红桥的地下水位监测资料，发现6月24到26水位降正紧，降要到10公尺。请专家来看，初步怀疑这2天花东总共发生过8遍明显的有感地动，可能甲地壳变动有关系。不过也是申请地热业者停工。
本府初步与专家学者讨论之后，初步研判为，6月25号花莲有类似5.1规模有感地震有关。官府的监测资料显示，6月26日后，地下水位已经回升，到7月14日已经恢复到原本的水准。官府讲，因为民生用的地下水、温泉水抑个地热水污的深度无同，目前无法度正确判定地下水位下降的原因，因过会赶紧请专家来调查，解除当地民众的疑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甲大金门、小金门接起来的金门跨海大桥工程已经要收尾了，按说10月中通车。行政院表示讲，为着这5分钟的车停哦，政府是用12天的时间来建设，嘛强调讲收掉金门就是收掉国家。画面内底是咱国内头一条下海大桥，拢总有5.4公里长，下过金门甲烈屿，按说伫7月底接获大巴，要拼10月中通车。金门大桥规划双向，拢总2个汽车道，而且有人行道甲自行车道。因过若为金门要坐船，去到烈屿差不多要15分至20分。若通车了后，塞车干那5分钟就会到位。我家在小金门，那平常就会受限于船班的限制，可能9点、10点之后就没船，或者是雾大、天候海况不佳，就很容易停航。那有大桥之后，就可以没有这些限制，就可能对上班还有民生采买来说，就会很方便许多。小金门几乎都是以老人居多，年轻人几乎都是在往外跑。那至于大桥通了之后，晚上也比较便利。要起这条下海大桥是真无简单，若爱伫海顶施工，抑阁爱克服透风、铺力，还阁有海涌的冲击。水深有达到23公尺哈，那我们一般国内哈大概都是就像淡江大桥最深也到6到8米而已哦，所以我们第一次是在海中做钢箱围堰来施工装冒，它所承受的浮力是达到4647吨的一个浮力哈，所以钢箱的一个施工是非常辛苦的。交通部表示，金门大桥已经在完工通车的阶段，目前工地要当积极伫赶工课，因应用建物价起价，第4届修正计划经费按算会增加4亿9500万，目前由国发挥审议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开怀达尔文上到进化论的一个小岛哦，这本地已经有100多档拢无唱久了，也毋过第7档前，科学家开始重新来培养，最近是有700多只野蜂的唱久，实在是真无简单。研究人员当日为唱久测量升长甲体重，这是为伫加拉巴哥群岛的上飞岛，当地完成唱久，早伫大约150年前就已经灭绝。保育专家决定为2015年开始，陆续将742只生活伫另外一座岛上的唱久送到这野蜂，结果发现因适应甲真好，互研究人员真安慰。Al momento, los resultados del monitoreo realizado el mes pasado nos indican que el 99% de las tortugas liberadas sobrevive en Santa Fe。专家表示，这项野蜂试验计划继续5年多，即马若证明唱久已经重返上飞岛，因对岛上的生态发展也有帮助。Y podemos decir luego de varios años de iniciado este proceso que se está llevando con éxito y se están restableciendo procesos ecológicos como la dispersión de semillas。加拉巴哥群岛位伫厄瓜多西边大约1000公里的太平洋上，因为当年甲陆地隔绝，加上位伫洋流汇集的所在，培育出丰富特殊的自然物种，互叫做上帝的生态乐园。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就是来这悟出物竞天敌的进化论。后来加拉巴哥群岛成立国家公园，搁列伫世界自然遗产，受到厄瓜多政府的保护。目前估计群岛上的唱久大约有6万只。公视新闻张回斌编译。来看非洲伊斯兰国家索马利亚有一个女性的媒体哦，专门报道甲女性议题有关系的新闻，咱做伙来看卖。magacayga waa shukri maxamed cabdi waxaan ahay gabar wariye ah。今年才19岁的阿巴蒂是非洲国家索马利亚一个小型媒体，号做巴拉米利亚的记者。这个媒体上特别的所在，就是内底全部6名记者拢是少年的女性，而且因所报道的新闻，拢总是以当地女性的议题为主。xilligaas
亲像这条新闻，就是在报道一个才16岁的单亲妈妈，伊家囡仔生落来了后，佮转去学校读册所拄到的问题。原本这款代志，在真保守的伊斯兰教的国家，是无可能互人报道出来。尤其是若牵涉到一寡性暴力，还是性侵害的敏感问题，佮较是无媒体愿意报道。但是布拉米利亚这个媒体，就是要互大家了解，索马利亚社会有真侪这款问题，需要大家来关心。sheekooyin waxaa jirto dadkeena u arkaan wax iska caadi ah laakiin ay yar tahay in dabagal lagu sameeyo ama in bannaanka loo soo saaro haddii bannaanka loo soo saari lahaana xalal ay u noqon lahayd dhibaatooyin badan oo dhici lahaa 因为布拉米利亚记者拢是女性，所以一寡性暴力的受害者也是家属，会较愿意接受访问，把因的故事讲出来。布拉米利亚的报道，嘛，互真侪女性的观众感觉真有意义。sababtoo ah in xuquuqdoodii ay u doodo in waxyaabihii ay u baahnaayeen ay ka war doonto in focuska bilan ay saarto dumarka meesha ay ka nugul yihiin iyo waxa cabashadooda ay tahay si bulshada loogu soo bandhigo。事实上，布拉米利亚是由联合国所赞助的一个计划，这个少年查甫记者无使用什么珍贵的机器，也是设备。干那用手机来翕，用 notebook 电脑来加影片，就会当做出真侪对女性、对当地社会有帮助的报道。记者甘恩恩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